我哋經常咧都聽到醫學界啊或者藥劑學界咧成日好重複度提及咧話養分療法咧係冇乜科學上嘅根據嘅。咁其實咧，如果我哋肯花啲時間去網站查一查咧，我哋會發現咧，其實喺呢方面嘅科學文獻咧有成7000幾篇嘅。咁只不過咧，如果你唔肯去睇咧，你就即係你只要去花啲時間去睇睇，你會見到啦。咁但喺醫學上，我哋往往喺自然醫療裏邊咧係遇到一啲問題咧，就話咧好多時候咧，當嗰個學者或者個科學家想跟進呢方面嘅研究嘅時候咧，因為呢種嘅醫療咧係唔會有啲所謂能夠製造一啲所謂專利嘅藥物嘅時候咧，咁佢哋冇乜興趣去支持呢方面嘅醫療嘅。咁但係過去咧，我哋知道喺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候啊，譬如抗生素未出現之前咧，我哋係好多時候醫學界用好多呢啲類嘅方法嘅。咁所以佢曾經所提及嘅咩血管嘅問題啊、哮喘嘅問題啊、類風濕嘅問題咧，其實咧喺醫學方面咧係有好多呢方面嘅醫學文獻嘅。只要大家肯花啲時間去揾都會睇到㗎啦。咁至於你話嗰個注射嗰個雙氧水啊，或者臭氧咧，喺嗰個瘤腫嗰方面咧，係唔能夠抑制瘤腫呢方面，我其實咧喺幾年前喺上呢啲嘅醫學會議裏邊咧，即係養分療法嘅醫學會議裏邊咧，大家有提及嘅，咁我哋都知道嘅。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哋要了解到咧，喺西醫學嗰方面咧，佢哋處理嗰個癌症咧，佢個目的咧係要令嗰個癌症嗰個瘤腫消失或者縮細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當佢能夠用啲好毒嘅方法啊，或者用一啲輻射嘅處理方法咧，係令到嗰個瘤腫縮細咧，但病人就死咗嘅。咁喺自然醫療好明顯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唔係太過關注嗰個瘤腫有冇細，但係最緊要咧嗰個病人咧能唔能夠繼續生存，同埋咧嗰個生存嗰個質素有冇改善嘅。咁所以你話個瘤腫有冇細到咧，其實咧都唔係我哋個醫療嘅目的嚟嘅，係最緊要咧令到嗰個癌症病人咧可唔可以咧嗰個性命可以持續耐啲嘅。咁你所睇到咧，佢所提及嗰啲嘢咧，我哋都好絕對同意啦，係咪？因為咧你唔可以用一啲高濃度嘅雙氧水直接服食啊，或者用高濃度嘅雙氧水咧嚟到做嗰個換腸嘅。咁其實咧呢啲就全部都係因為誤用嘅方面導致嘅啫，就唔係話真真正正咧係正確使用雙氧水出現嘅。我就想知道咧，喺現時嘅醫學嘅文獻方面咧，有冇一宗係講到出嚟咧，任何人正確地採用口服嘅雙氧水咧，係出現過任何嘅問題？但係呢樣嘢咧，我哋暫時嚟講，醫學文獻上咧係一宗都沒有嘅。如果我哋咁擔心下，咁關注個病人呢方面嘅服咗醫療嘅步驟或者藥物咧係導致問題出現咧，咁我哋大家都應該去了解下咧，現時嘅醫療嗰方面嘅所做出嚟嘅殺傷力係點樣嚇？呢本書係2002年啱啱出嘅嚇，係講藥物嗰方面嘅背後啲問題。喺呢個嘅簡介裏邊咧，佢提及咧，佢喺美國咧每年咧係大概有13500人咧係被謀殺死嘅，另外有13000人咧係死喺愛滋病嘅。咁呢個差唔多咧，等於英國嘅一個小鎮咧係每年消失咗咁多嘅。好啦，但係喺我哋同年啊，喺美國咧係因為醫生所開方嘅用嘅藥包括配錯藥或者個藥物嘅誤用嗰方面咧，係導致嘅死亡人數咧係113000人嘅，其中5000人咧係因為嗰個開方或者藥物咧係用錯咗嘅，其他咧可以咁講咧係正常嘅開方之下咧係導致咗113000人係死亡嘅。咁呢個咧係等於咧差唔多每一日有架珍寶客機咧係墮機，係造成300嘅乘客死亡，即係每一日都有咁多人死嘅。可以咁講咧，講醫療嘅除咗藥物之外咧，醫療所用嘅方法處理嘅手法咧，喺美國導致每年有225000人係死喺醫療嘅處理嘅手法嘅問題，同埋無謂嘅開刀嘅。呢個係可以話喺現時喺西方國家咧係第3大殺手。我知道咧第1大殺手咧係心臟病啦，同埋嗰個第2大殺手咧係癌症嘅，而第3大嘅主要殺手咧就係醫生所用嘅藥物嚟嘅。咁我相信咧，我亦都希望咧喺醫學界咧或者藥物界咧係大家睇下點睇呢件事咧。佢哋嘅殺傷力咧係同嗰個雙氧水比咧，我諗係
1000萬分之一都唔止，都遠遠大過現時我哋所遇到我哋雙氧水嘅治療嘅。但係最主要咧係正確用雙氧水治療嘅情況之下咧，喺醫學文獻上咧係從來未有一宗係出現過問題嘅，從來未有一宗。你叫佢揾一宗俾我哋睇下。而喺用藥嘅方面嘅死亡人數咧，呢個係醫學雜誌所登嘅資料嚟嘅，係有成22.5萬人每年係死喺藥物嗰方面，係死喺西藥嗰方面。